级组开始第一位幼级组郭雅珍，你收一报喜。 大家平安，我是福高教会桂那丁。我今仔日要讲的故事是你父的稻乡下，你父的稻乡下。搁早，查某人拢变真歹。你甲互上帝的心一如云，一日到遮歹，上帝会退火，就抓着。 互遮的不义的人受刑罚，伊的人得到保全，望交世界搁得到新的起头。伫迄时，人民追求的这个人，那定定，上帝甲伊讲，你着做一只大船，船要浮伫水面，让船来，互伊甲伊的家人。 拢要得到保全。咱家己这为虽然真奇怪，不过咱有信心，若照上帝话去做，慢慢做出一只大船的款式是，无论男女，彼时的人若想讲要落大船所爱笑，若笑即个假宣传。 做船的人的有望，咱大船拢做好啦，逐项画面真实，咱伫船内底摆好势。上帝若公车甲伊一家的人拢入去大船内底，上帝互船外的众人有40久的时间，相信所传上帝的话。 然后，真正40日、40年，天落大雨，水蛇，满之后，船靠伫阿拉亮山，甲伊一家的人，拢得到保全性命，因为咱是信靠上帝。我的故事讲到这，多谢大家。 咱讲故事的时阵，免来看这个麦克吼，阮伫边仔会帮你调整迄个大细声，所以你会使用较侪肢体动作来配合，安尼。第二位，咱来请王怡珏为您教会。 公布要求。
我第八天就甲伊夹到咧，然后搁照如画的规定，伊的父母将伊抱到耶路撒冷，献给上帝，搁用献一个米敬拜上帝。迄当时有一位伊可敬虔的老人，名叫西门，信心感动伊，上帝有应允伊，伫伊还未死之前，就有机会看见要来拯救世间人的弥赛亚。伊常常伫信的期待弥赛亚的出现。至今，伊也拄啊好伫信的要亲谢上帝。时间耶稣予可里来的是死神启示西门，就将鞋仔接过来，大大学了上帝讲：主啊，我已经亲目睭看见你所有意的拯救者，你会当领我去，我会当安全退我啊。西门嘛为耶稣大大祝福祈祷。伫圣殿内阁有一位女先知，伊住伫亚舍支派，名叫安娜。结婚7年了后，就主管84年，平时敬虔常常敬遮祈祷，地心菩萨主，年岁也已经真老，至今伊也拄啊好伫圣殿要亲谢上帝，也做伙见证弥赛亚的来临，伊就向生的人讲起这个好消息。约瑟甲玛利亚全家就转去家己伫的拿撒勒城生活，孩仔渐渐大汉，日日勇壮体会充满，上帝稳定甲伊基地，耶稣的智慧甲智慧愈加添，那加添，上帝甲人那疼伊。以上我讲到这为止，多谢大家。第三位咱来请云山教会蔡义林。下面我要讲的圣经故事是大笔的信心之战，大笔的信心之战。当时龙的时代，以色列人甲非利士人常常相争。非利士人的镇长叫哥利亚，伊生做拳头力，甲哥利亚交战的人拢是伊的刀下。哥利亚想要用针对这个炮法来决定这阵的胜败。哥利亚徛在对以色列军队喊讲：“恁派一个人出来，甲我相待。伊若杀死我，我就做恁的奴才。我哥利亚若杀伊，恁就做阮的奴才，服侍我。我看起藐视以色列这军队，恁派一个人出来，甲我相待。”扫罗甲以色列的人听见哥利亚的话，就真软真惊。每日早暗，哥利亚出来徛在顶，规个山谷充满哥利亚的声音。已经过了40日，扫罗甲以色列人实在毋知要如何是好。上帝减袂无过的军队吗？袂，上帝已经会派人来救以色列人。迄是亚西的细汉囝大比，大比哩是伊老爸的娘。大比赛阿兄拢对扫罗提出征，二来亚西真思念伊的囝。亚西叫大比骑饼去军营，要知影因伫军营有平安无。亚西大比遵照老爸的命令，摕食米去摇到阵场。伊有看见非利士人哥利亚照前所话讲的，伊也发现以色列人看见哥利亚，大家拢真惊哥利亚。大比问身边的人讲，迄个无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一罪，敢藐视因我上帝的军队吗？大比所讲的话已经互人听见，伊就去甲扫罗讲，扫罗就找人叫大比来。大比见到扫罗，一点仔拢袂惊。大比甲扫罗讲，人毋免为着哥利亚来适当，
我是你的老婆，我要去甲伊交战。小龙摇头对大比讲：你袂用个去甲伊交战，因为你的年岁少，搁掠是真老小菜的勇士。大比应讲：要我叫我带你驶甲行会晓，也要叫我带你搁掠下手。小龙看大比坚定的表情，伊对大比讲：你去啊，然后我要甲你比地。小龙就摕伊的军服互大比穿，用重的头盔互伊戴，搁互伊穿战甲。大比毋过家己军服，因为大比毋捌穿军服，伊就脱起来，手摕拐仔，搁伫沙坪仔顶落掠石仔，就胶仔，手摕片少的石仔，就胶仔搁掠也胶仔大比就看清伊，因为大比少岁面貌好看，搁掠想讲。你这个小猪仔，难道你毋知影死去就着你的目睭前啊吗？真正毋知死我。搁掠想要一只用长手手一只贯穿大比的心脏，互所有的人看这个小猪仔的下场。大比看到搁掠掠起的长手，伊赶紧讲搁掠一边走一边伸手落回笼底仔内摕一块石仔出来，用手伫空中掀不落去，就用石仔轻轻甲石仔掀出去。迄粒石仔就安尼准，一直贯穿搁掠的心头野。石仔伫头野，搁掠就身骹跪落去，大比紧紧掌握倒伫涂骹的搁掠，无人想会到，即个大汉人搁掠甲顾娘的少年家大比，因两个的交战无到2分钟，大比的小仔，大比的片少。就安尼，一只用搁掠拍败，只看的结果大家拢看甲乱去。总是大比的手无着手，大比紧紧掌握搁掠，用搁掠的刀袂出鞘，用刀杀死搁掠。大家啦真正相信搁掠死啦。即个时阵，听见。布里斯人的哀叫甲以色列人的欢呼插做一伙。我的故事讲完啊，愿上帝的恩典常常甲咱同在，多谢大家。第5位，咱再来邀请福音教会昆曲小友。各位评审委员、各位牧长，大家平安。我是规营教会处理2初小班的学生，我是第6号。我的名叫做文富。今仔日我要讲的圣经故事是那做大船的故事。那做大船的故事。
大水来迄一天，天开始乌暗起来，天因为水源掠开去，鼻孔拍起，上大汤水位天顶倒来同款。经过40个40日，雨愈重愈悬，所有人甲真济拢死了啊！那一阵浮船漂浮伫大水面顶，经过150天，雨才停止。上帝用风来吹地大地，水才开始慢慢消逝。过了40天，咱要看会当出去啊袂？伊就放一只乌鸦出去，乌鸦飞来飞去无水灾的所在，只好飞转来。第一届咱要放一只粉鸟出去，又搁飞转来，代表水还袂退，只好搁赶几工仔。咱搁一摆放粉鸟出去，这摆粉鸟家是个新的影仔转来。第三届的粉鸟出去以后，就无搁飞转来啊。咱拍开大船挂船时，水拢干了，上帝就讲，你全家甲所有真济拢会当出大船，我会互你生看一个大希望。咱出大船以后，随时去伫做这段。因为上帝保护全家平安，上帝就讲，我将枪放伫云里，做阮旅游的记号。每一届你看到天水天顶有真水的晴的时阵，代表我无要用大水毁灭所有人甲真济。每一届你看到天顶有真水晴的是代表上帝主爱愈强愈真。我的故事讲到这，多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我讲到会赖俊凯。我是我教会的罗俊凯，我今日要讲的故事是大伊利，是有巴比伦王之无甲历史，也伫巴比伦的以色列历史中，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大伊利。这4个少年人定住敬拜上帝的人中间，犹原着信服在上帝。后来，就算因4个要来到世界的底人的后裔。总是随时一个困难，就是因4个拢毋食王比别个食面，因为这食面拢有失去偶像的。后来王有阮做因，互因食菜甲啉水。经过10日后，因4个拢比食王较青草的少年人搁较好看，搁较勇壮，实在上帝有对着看赢啊！上帝一笔书书大伊利亲像幼小共款，有退房的困难。为着安尼，伊会甲王所梦到的梦讲明互王听，王听着真欢喜，就互伊做真大的官。王中真济后人看到这个代志，真无欢喜，就互伊就找空旁要来伤害大伊利甲伊的朋友。因的机会无久就到，因为拄这个时阵，王做一个真大新的像，还命令百姓来拜这个像。但伊叫3个朋友为着拜这个像，就互人等伫真少温柔的内面。但是因拢无受伤，平安对花中出来。毋是简单安尼，王嘛有看到亲身上帝的囝。要甲伊3工行，后来第2乌祖就发出命令，禁止百姓30日久都袂使祈祷。这款人的命令嘛袂摇动大伊利，伊有缘照顾大利沙伯祈祷上帝。伊对弟看到安尼，随时行去甲王讲，但是王听到这个代志，
心情感觉，因为因真正台语哩，总是已经发出国家命令，袂因着要换台语哩。伊可要受着生活，就是互人等于西下。台语哩真正互人等于西下，嘛有用一字大石头把西下嘛插起来，互伊袂当走出去。迄个家己学拢袂困钱，过倒早起透早，因去走去西下一个看。台语哩有话平安话的，家己学看即个代志，欢喜到紧。台语哩上帝会使的是，互伊袂当伤害台语哩。对即个代志了，台语哩甲家己学甲鼓励的学，要记记百姓的事，对着上帝的解释。故事有一日，以色列百姓要对着改革。咱对遮拍着少年人台语怎样好早起就搁学一种艺术的，透过即个故事，互咱会使学习性格，因为上帝是性格的。因为阮怎样有机会伤害别人的意料，即个故事会当提醒咱，今仔日我的故事搁到遮，谢谢大家。接下来，咱要邀请有慧雅来讲话，伊要用一首诗来表现伊今仔日所准备的。几岁？今年几岁？几岁？4岁。4岁。为你教会的老会我今仔日要教的故事是四字故事。天地阿未变假时，上帝创造地间天，搁有日搁甲空气，好食菜色满满是，水内搁有飞飞鱼，山大野树搁来走去，树皮做来挂哩，豆豆的蛇小可学，伊有花在伊个毛，生命厝底的果子，都下我食落去，小袂知影几生气，叫伊落来赶出去。为大利后在生时，小白呼吸有地理，害伊就是会惊哩，就是早时来世间，你好路做哪里啊？会是耶稣的妈妈，耶稣行过世界路，为着你日来思考。最后弟弟是离开，为着咱的罪来死，三更搁我一上天，在地上的死地，咱哪个爱机会干，做他上帝将离开，对内我你回首，为大为负责社会。我嘛有话只跳出，跳伫台底高高树，高了无好真歹势。有伊来到回小吹，你离将行一礼，甲你讲一声，谢谢我的故事，大家多谢。
委员、各位老师、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平安。我是第9号第1时，我今日要讲的圣经故事是大卫甲西亚。大卫甲西亚，马大人大地学第一章的是大卫如王受命，神明讲的大圣人，并立伊来治理国事。大卫本身和谦逊，做事之中每一摆的考试，拢是全国第1名，行过其他的总督甲总统，因为安尼引起伊的眼眶赤，想要找伊的空拍来陷害伊。遐个官员年纪暗中调查，发现大卫一天有3摆规日上帝的面前祈祷，就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会当扶着大卫，阁会当找到国王，哈哈哈！就安尼，大家决意由王来通过一个条例，就是在30日内，大家会当向王来祈求，大妹甲其他的神明来祈求。若是违规的人，就必须受处罚，等于西海内底。虽然安尼，大卫由王每日3摆。为按上帝的面前祈祷，想要陷害伊的人，就去向王来禀报。王听这话了后，非常的烦恼，想办法探救大卫，只好目睭紧紧来看大卫，互人等于西海内底。王用真正的心情甲大卫讲。你所常常服侍上帝会救你，了后，大卫就互人等于西海内底，到了石头放起来，一声逃走的机会拢无。王入去，王救了，话袂拢食袂落，困袂去，惊石头砸。王早就起来，来到山迄边。哀伤来叫大卫讲：大卫啊，你阁有我嘞嘛？大卫用真命的声回答王讲：愿王万岁！我的上帝用派伊的使者来防止西的出我无受伤，因为我伫上帝的面前无罪，伫王的面前毋惊亏欠的代志。暗爱合神大卫，一心敬畏上帝，受上帝的保护，伫患难中有上帝的平安。以上甲讲到这为止。